今日拄大家来到水里睇了地杯，有一个我细细时间，我高中的时间，从头你搞的一个table game 的一个店桌游店然后做嘛拄大家来的，我细细时间同好搞那个桌游啦，因为那个东西吼，你做得算你搞的时间吼，你做得比如讲心理战啊吼，就讲同要去团。赢的对数你上嘛个东西，还有讲你做得做那种逻辑啦，还有讲那个那种较需要思考的那种的头脑那种训练啊，过来就会讲你伫那个教的那个歌唱地方，你做得去想讲，我下一步係乜嘅，下一步係乜嘅，下一步又係乜嘅，安尼，因為佢就係一個連鎖一個反應。對於你那種高中生來講，對於我嘅同學同我來講，我哋因為係一個是份有挑戰的一個東西，因為平時都會考試嘛，你冇法度用腦啲其他嘅地方，但係呢個 game 咧就有法度用腦來去對戰啊，留硬嘅同學來去對戰啊，故所吼，逐擺打鐵呢個 game 吼，全部嘅時間吼，呢個腦都燒快鐵啦，安尼，因為就真係要用動作嘅呢個腦去選講，我嘅同學到底會出乜嘅牌，安尼，我用辦去贏啲，安尼，故所就是分好高安。電動唔係講係啲運動啲草坪當運動袂強，電動係來桌遊店搞那個桌遊嘅時間吼，就十分少，十分的小腦啦，安尼。